聖經撒母耳記上23章第5節，大衛和跟隨他的人往基伊拉去，與非利士人打仗，大大殺敗他們，又奪獲他們的牲畜，這樣大衛救了基伊拉的居民。嗱，喺度俾我哋見到上邊一個經文話俾我哋聽，佢求問耶和華，又話可以去攻打呢啲嘅非利士人。大衛就憑住信心勇敢嘅前往。果然神就幫助佢大大殺敗佢哋。嗱，呢度俾我哋見到一個相當重要嘅功課，凡事求問主，討佢嘅喜悅，行喺佢嘅旨意當中。當我哋求問神嘅時候，嗰個心態係你將你嘅旨意話俾我聽，只要你話 yes， 你話好，我就去做。你話 no 唔得，我就唔做。唔係話我問神，睇下你嘅旨意合唔合我心意。合我心意照做，唔係咁嘅求問。求主幫助我哋堅定嘅倚靠主，行神嘅旨意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